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线上门徒训练课程。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同心来唱一首歌神啊，我愿顺从你。主啊，我要顺从你，我要顺从你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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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你的心，背你的心，我愿除掉。我心的意念，我要放你。背你的心，我要除掉。我心的意念，我要放你。主啊，我要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主啊，我要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背逆的心，我愿除掉。我心的意念，我要放你。背逆的心，我要除掉。我心的意念，我要放你。背你的心，我要断。背你的心，我愿除掉。我心的意念，我要放你。背逆的心，我愿除掉。我心的意念，我要放你。背逆的心，我要除掉。我心的意念，我要放你。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何等的真实。主啊，不仅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你真实的话语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安慰跟应许。主啊，我们也恳求神你的话语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警惕的心。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来显明你是何等圣洁公义的神。亲爱的圣灵，我们恳求你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面对每一段圣经的话语很严厉在教导我们的时候，求你除去我们内心里面任何自以为义、自以为没有错，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论断人生命的态度，让我们更加谦卑，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心存谦卑受教的心，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哪些问题跟状况。求主你再一次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所赐的恩典上面是否能够活出应该有的行为样式，还是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渐渐的麻木，甚至背逆上帝。恳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领受这一段圣经节，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所要带给我们生命的信息。主啊，我们要再一次将敬畏神的态度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教导我们，好叫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的样式。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一段今天的圣经节。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时候会让你感觉到不安的一段圣经节。那它特别在里面呢，我们今天看的圣经节里面呢，是一群上帝所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赐给了一群极大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非常具有挑战，而且非常可能会让人感觉到不安的一段经节。但我相信上帝的话语一定会提醒我们有很多生命的功课。那特别在今天的圣经节里面呢，特别谈论到上帝赐给一群极被受到宠爱的子民以色列百姓，但是在最后因为辜负了这份独特的特权，而引发了非常严厉的审判。所以在我们今天在看我们今天以西结书的第5章当中以前，我想要先用几个白话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整个以西结书到底在说些什么。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节当中，整个故事所扮演的什么样子的角色。那到底他要陈述什么样的意境？那我们会更明白。那大家可以把以西结书想象成为是一种这些史诗级的连续剧啦齁。那他特别谈到3个部分，我用3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以西结书其实它3个部分，从第1章到第24章呢，它其实讲到有关坏消息啦齁。那像在讲上帝安怎诊断这以色列百姓齁。讲恁内有什么状况那故事里面的主角呢，以西结先知呢，他是被流放到这个异国他乡巴比伦的一个被掳的被抓的祭司。那上帝给他一个非常超震撼的意象，就是对他说：以西结，我要派你去当我子民的守望者，去跟他们讲一个很难听的真相。那这个真相呢，就是留在故乡的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同胞以色列人，他们在属灵上已经病入膏肓了，膏肓。所以呢，他们把上帝的殿当作就像偶像俱乐部简单来讲，他们的行为跟外邦人其实还要糟糕。所以我们必须要我们看这段圣经节当中，其实上帝希望以西结好像要做一个好像外科手术一样。要重新来调整以色列百姓。那耶路撒冷城跟圣殿呢，即将要被毁灭当中，其实特别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明白上帝所做的这些审判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第5章，就正好是在这个坏消息的这个高峰期，也是上帝在宣告他为什么必须要施行如此严厉的审判。那第2个部分呢，以西结书第25章到32章里面呢，他其实有宣告要处理自己家里面的问题之后呢，上帝重新又把这个镜头这个关注的点转向到他四边这个耶路撒冷四边周围的列国其他国家。他说：你们这些国家不要因为我的子民遭殃就幸灾乐祸、骄傲自大，我一样是你们的主，我也会审判你们的罪恶。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上帝不仅是审判属于他的百姓儿女，也会审判那一些可能有些人在看我们基督徒在那边嗤笑，哈哈，你们这些基督徒有没有多好好到哪里去？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作恶，做不好的事情，上帝一样掌管他们的生命。这是在25章到32章所要讲的重点。那在后半段33章到48章，当耶路撒冷被掳之后、被毁灭之后的这些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陷入绝望的时候，整卷书的气氛有一个大逆转。
上帝他开始释放盼望的消息，他给以西结一个有名的这个枯骨复生的意象，应许要让以色列这个看起来好像死亡的国家重新复活。但更重要的是，上帝他应许要赐给他的百姓，他要赐给他们百姓一颗新的心，把重新那个像石头一般的这个实心换成肉心了，让他们能够从心里面真正的悔改来跟随上帝。所以在整卷书的最后，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意象。所以牧师期待我们能够一起把它看到结束。每一周不是只有每一周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而已，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照着我们的周报里面新眼光的读经的进度，我们每一天都一起来看。我相信到最后我们能够把整本圣经看完，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上帝与我们同在，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以西结书。其实整本书的最后也是上帝的荣耀要重新回到他的子民当中。所以那一座新的城名叫做耶和华所在，也就是耶和华沙玛。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第5章正处于这个坏消息的阶段，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上帝的严厉的审判是他圣洁公义彰显拯救计划的一个前奏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真正去体会到上帝圣洁荣耀临到公义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体会这个概念，除非你真正去被神修剪过，否则你很难理解到底为什么上帝的荣耀是什么，到底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些行奇妙大事，你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以前牧师想要来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一间公司，一间非常有名的公司，世界顶尖的公司，然后里面的老板呢他从这个全球当中去找一个应征一个挑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年轻人，然后把他安排在这个公司里面最核心的位置，然后也给他一个最好的资源，给他最好的师傅这个前辈来带他怎么了解整个公司的架构怎么运作，还把整个公司的核心价值蓝图都告诉他。老板对他说，我把你看作就像我的门面，公司的门面，我希望整个全世界的分公司都来看你，学习你，因为你代表了我们公司的精神。结果呢，这位年轻人呢，不但没有成为老板所期待的那个榜样，反而利用公司把这些资源怎么样占为己有行为上面呢，也根本不了解公司文化，外围分公司的人比那些人还要差劲，甚至呢，把外面许多不好的东西带进这个公司的总部，把整个的环境都捣乱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我想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这一间公司的老板，你会是什么感觉？如果这是我们的教会，当我们付出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为了要得着更多的人，可是当人进到教会来，他的生命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也不去跟他说，也不去教导他，我们也不好好的去引导他，我们只是说，你好棒你真的是上帝所爱的，有你真好。可是我们却忘记了，在他生命的背后，却一直如同我刚刚讲的，他正在剥削公司里面的财物，他正在偷拿、剥削公司里面人所应该要得到的资源，可是他却占为己有。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是什么感觉？我想不只是失望，更会有极度的愤怒跟心痛，因为这不仅仅是整个公司业绩会失败，甚至是一种信任的背叛。所以接下来这个公司肯定，我想不只是开除了，可能还会怎么样？还会公开他的恶行这个职工的一个坏行为。所以牧师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在任何组织跟群体当中，教会也是一样，
在教会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核心代表，牧师、长职、小组长，每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领袖的，每一个人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跟期望。他们被信徒赋予一个资源管理者被信任，而且他们可以得着荣耀。但是他们的目的必须要成为群体当中的什么典范，就如同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内心生命都有一个核心价值。当这位被寄予厚望的自己，我们身为儿女，神的儿女，我们不但必须要活出应该有的榜样，行为败坏的程度甚至超越那一些身处在边缘对组织文化一知半解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成为好的榜样？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前面牧师讲的这一些引述，就是要让大家特别来感触一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以西结书第5章里面谈论到这种背叛所引发的后果，往往比一般的过错更加的严重，因为它动摇了整个群体的根基，而且羞辱了那位上帝赋予我们权柄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圣经节，就是透过上帝，透过先知以西结，要向那些彻底背叛上帝的子民发出一个最沉痛的控诉跟审判。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手边的圣经我们也可以看这个线上的这个荧幕上面的这个荧幕的圣经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上主说：必朽的人你要拿一把利剑当作剃刀，刮你的胡子，剃你的头发，把须发放在天平上称，然后平分成3堆。城被围困的日子满了以后，你要拿1/3的须发在城里烧，拿另1/3到城外，边走边剁碎，又拿剩下的1/3撒在空中，让风吹散。我要用我的剑去追赶，你要留下几根头发，用你的衣角包上，然后拿几根出来，放在火里烧，火要从这几根头发蔓延到以色列全国。好，那我们一起看这段圣经节，其实他特别在里面谈到了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他讲到这个行动对一个祭司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因为利未记里面规定祭司不可以剃头剃须，所以当上主说必朽的人你要拿一把利剑当作剃刀，刮你的胡子，剃你的头发，把须发放在天平上称，然后平分成3堆。各位弟兄姐妹，这边他很明确的谈论到上帝的子民即将要失去他们应该有的荣耀跟尊严，因为这个剃刀利刀剃头刀代表的是巴比伦的军队，未来这个巴比伦的军队也是属于上帝施行审判的工具，他们要代表着上帝所要施行审判的工具对这些以色列百姓。然后这个头发跟胡须呢，代表是耶路撒冷城的全部的居民，而1/3被焚烧，预言即将饥饿跟瘟疫而死的人；1/3被刀砍碎，代表的是这些试图想要逃走的这些百姓呢，以色列人呢，最后会被敌军所追杀。然后1/3被风吹散，预言这些缴存下来的以色列百姓会被抓到异国他乡，然后四处漂流。这是这样的引述。上帝他甚至到后面说什么？我要用我的剑去追赶。哇！上帝表明说，其实以色列百姓被掳审判是不会结束的。而最后面呢，你要留下几根头发，用你的衣角包上，然后拿几根出来放在火里烧，火要从这几根头发蔓延到以色列全国。
这里象征的上帝仍然保留一些余民有一些留下来的人民，这是一个在黑暗当中微微的一些盼望。但是呢，令人绝望的补充说明里面呢，他表示了，在这些遗留下来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仍然他们要经历如同火一般的试炼跟洁净。所以我们从这些圣经节里面，我们已经看见，哇，上帝的审判真的是非常的严厉哈。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9节到第17节，第9节到第17节，至高的上主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把它放在世界的中心，让列国环绕它。但是耶路撒冷违背了我的诫命，比列国更邪恶，比邻国更悖逆。耶路撒冷不守我的诫命，弃绝我的法律。所以耶路撒冷啊，你要听我至高上主所说的话。你不守我的诫命，弃绝我的法律，随从列国的风俗习惯，为自己招惹了比邻国更多的麻烦。因此我至高上主宣布，我要敌对你，我要在列国面前审判你。”那在第5节到第8节里面呢，他特别谈论到上帝他宣告耶路撒冷他被放在一个列国的中心，这不仅仅是一个非常重要地理的概念，因为他在整个的国家的当中，他是全世界的这个列国的中心所以他本应该作为万国的明灯，然后能够彰显上帝智慧公义同在的一个模范城市。可是呢，耶路撒冷城它的罪恶里面的以色列百姓，竟然比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民族、外邦国家更坏。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跟背叛，不是吗？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被上帝放在某种中心里面？实际上是有的。如果上帝没有把我们放在人群当中，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什么中心？就是让人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人看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让人看见我们背后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上帝的救恩跟盼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一直觉得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可以在家庭里面做一个好的生命中心，因为人家会从你身上看见你是不是爱主，你是不是信靠主，你是不是一个行为不一样的基督徒。上帝把他的真理、圣灵很多的资源恩典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期待我们的生命做光做盐。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想过，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价值观是否跟周围的一些非基督徒、非信徒更加没有见证，甚至更差？所以其实我们要思考一些问题，到底上帝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身份？那么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在回应上帝的？甚至我们要去思考，上帝会怎么对待我们我觉得基督徒或者是信主的人，不能单纯只有享受，反正我就每一天这样过，我做好我该做的。但是我们没有去想，上帝怎么透过我们所做的行为、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在面对上帝？上帝会怎么样来对待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教会如果没有被上帝放在某一种中心里面，我们的教会，我们没有去好好去思考，我们教会当初建堂，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社区，我们是否好好的把这个福音去分享出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拥有真理却不去遵行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比那一些还没有听过真理的过犯的人还要怎么样？其实还要严重的。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第9节到第17节的圣经节怎么说？因为你做的事都是我所憎恨的，所以我要惩罚你。我从没有这样惩罚过你，以后也不再这样惩罚你。结果在耶路撒冷，父母要吃儿女，儿女要吃父母。我要惩罚你，把侥幸残存之民也都驱散到各地去。所以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永恒的生命发誓，你既然做出可憎恨可厌恶的事
来玷污我的圣殿，我将毫不留情地歼灭你。1/3的人民要在城里病死、饿死，另外1/3要在城外被刀剑杀死。我要把剩下的1/3驱散到四方，用我的剑追赶他们。我要把所有的愤怒倾倒在你身上，到尽为止才满足。这样，你就知道，因为你的不忠触怒了我。我上主曾经对你说了这话。14节，邻国的人民经过那里，都要嘲笑你，远避你。当我发怒重重地惩罚你的时候，你的邻国都要震惊。他们看见了这可怕的景象，就厌恶你，讥讽你。我要断绝你的粮食，叫你挨饿，使你经历饥饿的痛苦，好像锐利的剑杀灭你。我要以饥荒和野兽消灭你的儿女，又以瘟疫、暴行和战争杀害你。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这里描述到饥荒导致人吃人，瘟疫、刀剑，国家的战争、被掳，是申命记跟利未记当中记载一个很重要盟约的咒诅。也就是说，当我们跟神这个盟约的约定存在，其实当我们如果疏忽了我们在神面前应当尽忠的本分，你会发现我们会得着的回馈却是什么？那我们常常只喜欢谈论上帝的是一个慈爱的上帝、恩典的神，可是我们却选择性的忽略上帝希望我们有圣洁的生命，有公义的生命。所以什么是圣洁的生命？在教会里面，什么是圣洁的生命？我在教导年轻朋友的时候，我非常期待让他们能够明白，在他们感情的道路上面，真的不要犯罪，不要为了情欲，不要为了感受性。好，今天我跟他分手了，接下来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好像能够体贴我心意的男孩子，2天3天，他马上就可以换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洁的生命是什么。圣洁的生命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观察，去明白，不是透过情绪，不是透过情感的感受来做的。它不是，神的愤怒不是情绪的失控，他的圣洁的属性是对罪恶的一个必然的反应的回馈。所以我们要反思，我们是不是对自己的生命当中的罪能改看了伤过轻啊啦？我们把自己生命当中，或者是我们旁边弟兄姐妹，他可能犯的一点点的小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认为主会怜悯，我们认为主会赦免，但是我们却不去跟他说，我们的孩子每天应该要敬畏神，应该有好的态度。礼拜天我们应该要教导他来亲近神，来认识上帝。可是我们却认为他犯的那一点点的小错，或者是那他的需要，我们希望满足他。可是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是否忘记了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上帝的审判是可怕的，我们才能够更深的去体验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的那一切，不是吗？如果你不觉得那个审判，你不觉得那个是可怕的，那你会随便哦。你认为反正耶稣基督已经救了我，反正我已经得着了耶稣，我只要有耶稣就好，我何必在乎那么多呢？结果我的行为依然顾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神所爱的生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考几个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否有一些属灵麻木的问题？我们认为我们成为得着这个救恩的基督徒，我们有主的恩典，可是呢，我们花很多时间，我们过我们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在很多地方我们很自由的，我们有圣经啊，可是我们不看。我们有很多聚会可以去选择，很多的教会我们想要去参与，我们有很多在这个媒体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牧师讲章，你可以去选择。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属灵资源，真的，现在的世代是的前所未有的属灵资源大爆炸的时代。
但是这种属灵的特权，我们拥有这些特权，有没有可能让我们也像耶路撒冷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渐渐麻木呢？我们不想要看神的话语。昨天我在带领青少年的时候，一开始我说来发每一个人一张纸下去，每一个人从圣经节里面箴言第1章，请你们从一段圣经节当中随便你们看，但是你们要选一节把它写下来，写出你们的感想。他们回复我一句话：牧师，为什么我要写这个？我又问他说为什么不能写？写看看，训练自己写字，训练自己怎么样安静思考，训练自己怎么思考自己心里面在想什么。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人很容易不想要得着这一些丰富的资源，甚至也没有心存敬畏的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判断我们自己是否处在一个非常蒙福的环境，可是我们却是在过着是一个悖逆神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启示录第3章第17节这样说，这是主要对老底嘉教会的提醒。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老底嘉教会是一个自己觉得安全、富足、没有缺乏的群体，但是主耶稣却指出，他们的真实的属灵光景是困苦的，是可怜的，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是赤身露体的。各位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你不觉得自己很困苦，但是你却时常在掉入那个好像死胡同里面的思考，其实你很困苦，你不知道。有些时候你是非常的可怜，因为没有钱你什么都不能做。钱遇到经济的困难，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你在贫穷的灵里面的时候，你看不见你的生命是如此的袒露。上帝早就看清楚我们的为人。各位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生命会审判，神对他的教会会施行审判，因为他不容许他的子民活在自欺欺人当中啊。若神的家我们没有被对付，我们没有去调整，我们不被洁净，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承担上帝所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呢？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外邦人不信的人的问题哦，是教会内部的问题哦。所以为什么今天牧师用一个主题叫审判从神的家里面开始？审判首先临到上帝的子民，因为他的子民，他的家必须要先被洁净。我们一起来看另外一段圣经节，在阿摩司书6章1节，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阿摩司先知他警告，不是外邦列国，而是以色列跟犹大，也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非常安逸，而且非常自满，而且他们忽略了上帝的公义跟应该敬畏神的心。所以上帝的话临到他们当中，并不是先指向外邦不信的人，而是先责备他的百姓，而且那一些自以为稳妥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到，如果特别是神所拣选的儿女，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人很多时候以为满足、富足、安稳就好，平静安稳就好。但是神看见的是什么？是贫穷，是我们非常危险。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先对我们的子民，他的子民来说话，不是对外邦人，不是对不信的人，而是因为他的子民必须要先被炼净。求主帮助我们。上帝的审判临到上帝的家，虽然看起来非常恐怖，虽然看起来我们不见得可以承担得起，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上帝要重新让他的教会重新被苏醒翻转，成为合用的器皿，真正属基督的身体。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像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今天看完今天的经文以后，对这个时代，我们要如何传讲上帝的审判？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罗马书11章22节。可见上帝既有恩慈，也严厉。对那一些跌倒的人，他是严厉的；对你，只要你持守在他的恩慈里，他是恩慈的，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观念呢？为什么他特别强调他是恩慈的？其实上帝对我们非常的严格，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很谦卑，懂得向神寻求能力跟力量的人？他的恩慈就是在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神就会把那份祝福恩慈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不愿意来领受，那么我们就会被砍下来。简单来讲，保罗在这里谈到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关系啦，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自己跟未信的人一样。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但因为多数的人他们很多拒绝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就像橄榄树上的枝子被砍下来。而外邦人呢，非犹太人，因为信耶稣，因着信耶稣，被接回这一棵树的橄榄树上，同享上帝的救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保罗他看到外邦信徒可能会骄傲，以为自己比以色列更蒙受上帝的祝福，所以他也警告他们。在罗马书第11章，你有机会去看11节、18节，他特别里面提到，因为你们只是接枝，你们是被接上去的啦。那根源还是在于上帝的救恩，不是他们自己。所以他也提醒这些非基督徒不要自高，不要自傲，好像这些基督徒看起来没有活得多好，不要因此而自傲，更应该要心存敬畏的心。弟兄姐妹，以西结书听完以后，我相信我们看完以后，我们会感觉到以西结的这一些话，这一番话，就有没有像那个手术刀一样，一一的剖开我们这个灵性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特别是那份骄傲跟麻木的心。但是神的话也在提醒我们，上帝所赏赐的每一份恩典跟特权，都拥有上帝要我们生命应当要负上生命的责任。耶路撒冷的悲剧不在于他失去世界的中心地位，而是在于他还没有真正活出上帝的心意。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期待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左邻右舍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主爱分享出去的中心。可以分享的，是可以为主做见证的，好好扮演好我们做上帝儿女生命应该有的样式，活出生命应该遵行的真理上面。那我相信这个做光做盐的生命态度，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神的作为。这时候邀请我们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俯伏，谦卑的向你恳求。谢谢你用你这一番严厉的话语来警惕我们，让我们从安全的恩典当中，我们需要有警醒的生命态度。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辜负了你所赏赐的生命恩典所带给我们的特权，我们能够领受到平安喜乐，甚至有丰富的真理跟智慧，但是我们却没有认真去实践，去教导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能够让他们一起来认识拥有主你的福音生命真理的奥妙。我们享受在你的同在里面，但是我们却时常被世界的偶像、金钱、声音、关系、物质所吸引。求你赦免我们对你恩典的麻痹跟悖逆。主啊，求你的十字架再一次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罪的可怕，也看见恩典的宝贵。
愿我们不再轻看你的救恩，而是用一生的顺服来回应你的爱。求你复兴你的教会，让我们从悔改开始，重新成为那在万邦当中，在万国当中，在我们左邻右舍当中，成为做光做盐的见证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下次再会。愿你平安。
你